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知識溝通、知識飲食。我哋今日會一齊睇下如何同智障人士進行有效嘅溝通，以及佢哋嘅進食注意事項。希望可以幫到大家了解智障人士，為佢哋提供良好嘅服務。睇完影片之後，希望大家認識以下4點。第一，智障人士定義同埋特點。第二，同智障人士嘅溝通策略。之後，我哋亦都會簡介康智會嘅餐線，同埋了解智障人士喺進食上面嘅一啲注意事項。咁究竟乜嘢係智力障礙呢？智力障礙定義上會有2大方面。首先係智力不足。智力障礙會影響一個人嘅理解、記憶同埋運用資料嘅能力，意味住佢哋可能喺抽象思維裏面會遇到困難，例如喺解決問題方面。第二個特徵就係生活適應行為能力不足，佢哋會喺概念學習方面，例如係讀寫、計算同埋語言理解同埋表達上面有困難。另外喺社交群處能力上面，佢哋人際交往同埋知法守規嘅能力都會受限，而佢哋實際生活能力都有機會有不足，可能未能自己照顧自己。以上呢啲嘅現象，如果喺18歲之前已經出現2種或以上，就會被診斷為智力障礙。智力評估通常係由受訓嘅專業人士，例如係心理學家去進行。一般嚟講，智力低於70就會被診斷為智障人士。根據智力測試嘅結果，我哋通常會將智力障礙分為幾個層次。輕度智障嘅智力範圍喺50到69之間，中度智障就會喺35去到49之間，而嚴重智障則會喺20至到34之間，極嚴重智障就會低於20。咁智障人士又有啲咩嘅特點呢？首先，智障人士嘅記憶同埋專注能力會比較短，佢哋喺推理同埋解決問題裡面都會遇到困難，佢哋亦難以複述事情嘅經過，同埋無法理解其他人嘅觀點同埋邏輯。其次，智障人士喺肌肉發展同埋協調方面有機會面臨挑戰，包括喺書寫同埋平衡能力方面。喺語言同埋社交溝通方面，智障人士嘅理解能力較差，難以理解複雜嘅指令同埋非語言嘅信息，例如係情緒同埋氣氛等等。喺表達方面，佢哋嘅詞彙有限，句式亦都簡單，有機會未能完整咁樣複述事情，或者發音不清。喺生活技能上面，智障人士可能需要更多嘅支持，譬如佢哋喺面對自理、家居生活管理等等都會有困難。同樣地，佢哋亦都會喺融入社區生活上面遇到困難。另外，我哋亦都要注意智障人士喺情緒管理上面嘅挑戰，佢哋會容易感到抑鬱又或者焦慮，情緒有機會突然間有起伏，同埋喺面對挫折都會有較低嘅容忍度。我哋都要提供特別嘅關注同埋理解。最後喺進食方面，有啲智障人士可能因應佢哋自身較弱嘅口肌、咀嚼能力同埋吞咽能力，需要有特別嘅飲食餐線安排，譬如係剪碎又或者使用凝固粉。有一啲智障人士可能同時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。咁乜嘢係自閉症譜系障礙呢？自閉症譜系障礙主要有2個嘅診斷條件。第一係社交溝通同埋人際關係嘅障礙，呢個係自閉症嘅主要特徵，並且通常會影響個體同埋他人建立同埋維持友誼嘅能力。第二，佢哋亦都會有行為重複同埋興趣狹窄嘅特質。呢啲行為可能包括重複嘅肌肉活動、對物件或者對話嘅重複使用，
仲有對規則同埋流程嘅特定堅持，以及狹窄同埋熱切嘅興趣，呢啲都係自閉症常見嘅表現。此外，自閉症譜系障礙人士可能對某啲感知特別敏感，或者缺乏敏感，例如對痛楚、溫度、光線同埋聲音。理解呢啲自閉症譜系障礙人士嘅特點，將有助於我哋更好咁樣支持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嘅智障人士。了解完我哋服務使用者嘅特質之後，我哋一齊嚟睇下應該點同佢哋溝通。首先，我哋需要撇除偏見，客觀咁樣去了解有關佢哋嘅事實。其次，不論佢哋能力係點，我哋都必須要尊重同埋接納每一個人。呢個係建立信任同埋溝通嘅基石。同時，我哋亦都要俾多少少耐性同埋體諒，俾佢哋有足夠嘅時間同埋空間去表達自己，並且多以鼓勵、少批評嘅方式去增強佢哋嘅自信，同佢哋建立關係。除咗呢啲大原則之外，我哋又點樣可以去輔助智障人士嘅理解呢？不如我哋一齊睇下以下邊啲溝通策略係正確。大家可以諗返剛才講過嘅內容，去揀出有效嘅溝通策略。有需要可以按暫停鍵。如果完成嘅話，可以去下一頁繼續揀選適合嘅溝通策略。呢度係其他溝通策略，有邊啲係正確嘅呢？有需要可以按暫停鍵，完成後可以繼續睇下一頁嘅答案。正確答案就係粉紅色對話框裡面嗰啲啦，分別係語言要精簡、具體、直白，善用獎勵同埋回饋。喺對話開始嘅時候，使用佢哋嘅名，慢慢講，重複重點，同埋加以強調同埋停頓，用學員嘅喜好同埋興趣去取得關注，用多啲正面嘅指示，例如係你可以點樣，請你點樣，同埋運用視覺策略，例如係明確嘅規則同埋流程。亦都可以預告將會發生嘅事情同埋轉變，呢啲都係同智障人士溝通嘅時候需要留意嘅地方。講完理解嘅部分，咁我哋又點樣可以輔助智障人士去表達呢？其中一個輔助智障人士表達嘅方式，就係喺溝通裡面運用視覺策略，例如係運用溝通圖卡。呢啲圖卡可以幫我哋以視覺嘅方式傳達信息同埋互動。我哋可以俾學員以紙又或者搣圖卡嘅方式去俾回應。呢個係一種非常有效嘅工具，特別係對於一啲有限口語又或者非口語嘅學員。通常有需要嘅學員都會攜帶定制嘅溝通簿喺身邊。呢啲圖卡靈活而且易於定制，可以根據唔同嘅溝通需要進行調整，俾佢哋喺日常生活中使用。除咗運用視覺策略去使用圖卡之外，我哋亦都會使用不同嘅輔助溝通系統去協助智障人士表達。輔助溝通系統對於有限口語又或者非口語嘅學員係特別重要。首先，圖片同埋文字卡係最基本嘅工具。呢啲卡片能夠幫助學員以簡單明了嘅方式去表達想法。其次，我哋有發聲溝通器，呢個係一種能夠發出語音嘅設備，令到學員能夠用聲音去表達自己。此外，電子應用程式同埋電子發聲系統亦都係非常有效嘅。聽咗咁多輔助理解同埋表達嘅技巧，我哋一齊嚟睇下遇到唔同情景嘅實戰技巧啦。情景一，唔明白學員意思。你好啊，我係今日嚟同你傾偈嘅義工。係啊，呢個時候你會點做呢？示範一，
唔好意思，我唔明你想表達啲咩，係咪想同我打招呼啊？義工用咗提問方式確認。示範二：早晨定係午安啊？早晨。給予選項都係一個好嘅方式。情景二：學員唔明白或者未能跟從指示。首先攞杯，之後斟水，最後飲水。呢個時候你會點做呢？示範一：攞杯。簡潔地重複重點。示範二：飲水。改用其他字眼。示範三：用手勢或者圖片輔助。示範四：給予示範。情景三：學員有情緒。呢個時候你會點做呢？示範一：大家去安全地方避一避。首先，我哋應該確保環境安全，保持距離及疏散其他人士。示範二：我知你好嬲啊，你而家想去飲水定係去冷靜閣休息下？之後，我哋應該俾時間學員冷靜，再喺適當嘅時候俾學員選擇方法。示範三：唔該，學員有情緒需要支援。需要嘅時候，我哋就要揾職員支援。睇完片段，相信大家都知道面對唔同情景嘅應對方法。接住落嚟，大家可以睇埋第二集，了解學員進食嘅需要。